是人生最大的财富，而你的卧室就是你每天充电的能量修复站。卧室风水出问题，就像手机放在讯号不良的地方充电，充了一整晚，早上还是没电，这会导致睡眠品质差、免疫力下降、情绪不稳定。立即检查3大重点：床的摆放避开门冲、凉压、静照，床头靠石墙，电子产品远离床头，保持空气流通与黑暗环境。床头摆放粉色盐灯，净化空气，稳定情绪；白水晶净化能量，避免带刺植物与流水反射。好的卧室风水，让你每天多充晚